继续来关心国本地气象气下禁见，民众党顶礼拜六去游行抗议。立法院属委会民进党调委张嘉宾针对找民众去街路敢有妨害司法公正来报告。法务部长陈明谦讲，受到宪法保障的行为，拢应该受到尊重。也那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讲，这人是移招的，欢迎法务部甲台北地检署来甲办。 民众党11就支持者声援，因为牵涉建华城顶案，予人羁押的前主席郭文铁。2天后，立法院13邀请法务部长陈明谦等人，针对招民众上街头是不是妨害司法公正进行专题报告。反正宪法保障的权利，我们都的行为都尊重。法务部讲，这回游行是不是牵涉到刑事责任，爱看具体个案决定。办案的司委会民进党调委张嘉宾予哪位质疑，当初要求江华论达是表明要审查税审法，予人吐判真歹看。 这么珍贵的司法法制委员会排案，你排这什么狗屁倒灶题目啊？原定是有律师法跟税审法，那么后来税审法司法院有做了一些表达，所以我们就没有再放进税审法。很爱自己打脸自己的钟嘉宾一个建议啦。今天专报题目就是钟嘉宾持油压检毁损公务是不是现行犯，而且是检警不敢办的现行犯。本席之前去年的行为。 说明现场状况是在群贤楼跟康园之间有救护车要通行，进来进不来。在野党质疑111集会都有妨害司法公正，立营是对民众参与表示尊重，暗过呼吁少的人唔通用政治力量干涉司法个案。黄国昌委员带着人民扬言要冲进。 下一次可以努力来冲进总统官邸，甚至有人拿着标语说法律人要退出司法体系，你有没有看到？那对司法的这些的公正，我想我们要去呵护的，而不是说去做一个脱序的一个攻击。我今天承认呐，号召的人就是我，号召的人就是我，欢迎法务部啊，欢迎台北地检署啊，欢迎调查局啊。 欢迎刑事警察局啊，开始对我侦办。那北电影唔那伫活动合作抗议司法部公平，伫真侪项关系司法改革的法案，像讲起步监督罪、司法关税罪等，嘛共款预告后一个会期，党团原来会更较密切合作，并商讨。记者综合报道。